陈寿早已破戒出山，你们来晚了。我查看过封印柱石顶端的5行印鉴法器，他们感受到一股强大力量的冲击，从而触发了封印环。这10年来，我没有一天懈怠，恨不得将你40万段！你们居然就这么毫无防备地进入幻彩，他们就没有你们幸运了？香公公，那人又送来这货了。圣兽我带走。你不是无所不能的神幻尊者吗？不说，是我。找我何事？